日本书的日本人对印度带来的阿萨姆红茶嘅用嘅过后，南投五池乡嘅红茶生意都开始嘅。1970年代以前，是得讲系五池阿萨姆红茶嘅黄金时期，里面现在外来茶嘅竞争都没落嘅。廿多年来，五池红茶替政府扶托下转型，还培养出的新品种台茶18号，总算有发展起来嘅。五池乡有一间超过50年嘅老茶厂。头家彭木生30多年前接下来过后，坚持唔撒药嘅，用人手工制作，维持过好嘅品质。还本年先做2010年台湾百泰观光铁省。其实彭木生嘅做茶人生一路行来爬爬磕磕，不过伊还是坚持下来嘅，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嘅客家人物。寥寥嘅看得到日頭花嘅下竹石頭，南頭五池鄉嘅茶園度，也到工人頭前前呢，抒發望見工嘅長地，一心用牙嘅茶廠。順豐帶地冇嘅啲嘅老嘅竹嘅製茶廠嘅頭家彭木生。摘一心兩葉無，冇摘到3葉了，摘到3葉就做起來要較濟啊。今年67歲嘅彭木生做茶做嘅30年，主題要求做茶廠要有品質，佢咪堅持茶樹，天作會用人工來拍草，唔限農藥，唔用生種激素，就會有好嘅品質。搭水地做了攏愛送驗一解，因為我一年嗰個檢驗費太足濟，你逐批攏愛驗啊。即馬人買人話真重視哦，一束有農藥的殘留都袂使。300多萬了嘛？稍微批多一點沒關係，比較密集一點。一條茶農辛苦摘下來嘅茶廠，一批批送到彭木生嘅茶廠度烘，頭一鋪就會為老茶廠圓圓嘅杯底灑亮嘅光，電機送水，茶廠就會較早。了咯，次眼微調，主要要比燒水，燒水有平均嘅時間，煮茶較要香，較要甜，啊，唔會有腐蝕嘅問題。唔會有搶味嘅問題，所以講一般啊，次眼微調是清好。1950年到1970年，南投五池鄉嘅紅茶外銷到全世界去。下後並唔講我哋茶種按便宜嚟競爭，唔用人工，佢用機器摘茶廠，品質又變行較唔好，直至到紅茶生意已經也沒落。呢度嘅茶農能維持批工頭度嚟做。嗰時2-3間嘅茶廠，每年沙數起來。彭木生嗰時還蠻30歲，就留一間經營困難嘅茶廠定下來。不但想為做批工生意，現正嗰時還係有茶農嘅天繼續種茶，希望茶廠唔好停下來。故所彭木生就攞來做茶。幾天過後，就發現到咧，一隻單呢有結束嘅。差唔多30-40年前。因為家喺台灣啊，太把冇飲紅茶習慣，大部分人那邊做嘅茶，因生產量一大，攏要完全要靠外銷。啊，外國人啊冇來買，也係個同人靠家私同人出到當大嘅時間，後面人生產就冇該工錢，所以講咧中間咧。強都差唔多，才10多年前啊，就是欠不用睇。嗰時紅茶冇國內市場，彭木生嘅工廠實停嘅3-4年，隔天去國外做茶，一直到發生9年熱太天通過後，政府重建家下，開始普陀採鐵茶農，為了茶米生意發展到行較精緻。嗰時候有一位機會，唔是用嘅紅茶要打出名聲。批通了後，政府將來扶托，講啊無來，因那邊還有倒個茶，來用樹摘嘅摘一心2葉，
木枪较做用机器剪啊哦，摘几장做几档品质当好来啊，有政府啊，就种啊，大家都去宣传广告办活动了，就让真系打出两个名声出来。彭茂成嘅茶廠看起來唔係以派頭，還保留嘅頭牌轉嚟起嘅建築，從古到好留定等陣時台嘅茶味層層貼貼，還留定呢一台一台至少一個字，無足嘅百年歷史嘅做茶機器。為到為堅持品質，做茶對茶廠自然送水、脱茶、撈鬼菌嚟打散，電技法到親密嘅配茶。彭茂成都嘅設計獨特呢，同時攞機器做出來嘅茶味未見來見香。當然到底下來，應該有一間品菜。講起來啊，攞cái奉茶嘅東西哦，越攞嘅機器越古法嚟落去做品質，我感覺較好。我要買個新嘅機器做起來，感覺就品質上就所長一多。吳志雄嘅奉茶，大幫政府同改良廠嘅培育下，種出青菜提醬油嘅新品種推茶18號。彭茂成按用新嘅做茶技術，未得到國內外2道獎嘅肯定，未得到百大公共鐵傘。同時也有天然保護味，韓國有貴香嘅鳳肉奉茶，會按好裡面關鍵就嘅配嘅技術。多發酵好嘅時間，就多時間呢，針對嘅時間來配，用100度、95度到100度做得，但是T400配落去會加較香，啊，伊較好保存，10年20年都唔會壞，按那個山邊哦，就咁啊，個地都冇走。昆登吳氏嘅奉茶在高打出名聲，彭茂成嘅成功態度同感恩。事實上，佢做茶做研究唔係一順事，未有高大起落。舊年亦睇天同家下獲嘅津貼，工廠未破壞鐵。重逢正好過後嘅天在高出發，工廠同門市鋪先係發生風燒火，下後又堵到博太水，所有嘅心血都落反疏通。又讀到民國96年、97年，唔同嘅做5年中間6000人公里嘅水，做太水寨，我哋工廠嘅後背部分總係有問題，我差唔多有重到一個幾萬斤茶，總係流到青青嘅哦，加幾荷包啦，流個幾荷包攏種茶包，人家地方人大家攏看定嘅。唔過按樣行起無留幾大問題，每件整件按淡硬唔風氣，咁通嘅行得來嘅同線橋，嘅天樓茶廠嘅事業接下來，希望開發市場同行銷通路，老奉茶嘅事業提升，希望老品牌發展到行較精緻。都公婆婆年紀未較大嘅，生意有限制，都想講其實奉茶係當好食嘅茶味，都想講將來未有聽學了以後就得傳承落下去，就是奉茶味一個產業，我們想要把它回來發揚光大，這樣子。佢嘅研究為嘅衝鋒度，60米嘅做茶機器，行起轉無題，就像彭茂成嘅人生用嘅，就算有按度嘅風雨，行起堅持為保留定吳氏鄉奉茶品牌嘅精神，也一筆一筆又順又甘美嘅奉茶，未會停地一嘅老茶廠，久久就合皮嘅到用味。